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咧，因為適逢呢個4年一度嘅世界盃，咁我就決定今日為2026嘅世界盃整一幅作品。但因為今次咧世界盃係加咗48隊嘅關係，我本身嘅原意係諗住加晒48隊嘅，但實在太多啦，我覺得會錯咗個 focus， 所以我就決定整24隊。但係因為而家世界盃係未開波嘅關係，所以我點樣揾到呢24隊去歸納呢？就決定用 AI， 但我只係想用24隊，所以你可唔可以幫我歸納？而家我已經知道係邊24隊啦，包括阿根廷、法國、西班牙、英格蘭、巴西、葡萄牙、德國、荷蘭、比利時、克羅地亞、意大利，唔係喎，意大利冇喎，意大利冇得踢世界盃喎。丹麥、烏拉圭、哥倫比亞、摩洛哥、塞內加爾、埃及、厄瓜多爾、美國、墨西哥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南韓、澳洲，就係呢24隊，搞到我好似咧公佈邊隊入世界盃球隊咁，好似嗰啲足總咯係。嗱，我今次咧係會用到 Procreate 去完成呢個作品嘅，然後咧我就會用正方形嘅 size 去整我哋今次嘅作品。我而家咧就會起咗個稿先嘅，咁我大概嘅概念咧就係中間一個人物係攞住世界盃，然後有好多我 create 嘅 IP 就係 Chibi 着住唔同球隊嘅波衫喺下面度直視呢個世界盃，大概概念就係咁。而家正式開始。咁咧畫下咧就發現本身嘅概念咧好似唔太好，所以咧而家就變咗一個足球，而下面有個座，就類似一個建築咁樣，而入邊包含咗好多世界盃嘅元素，就係咁啦。你過嚟，我發現你咧都一定要做下啲嘢。如果得我一個慶祝世界盃好似唔太有意思，所以你就負責另一個任務，而佢嘅任務咧好簡單，就係佢嘅任務就係要砌晒呢個大力神杯嘅 LEGO， 所以而家暫時嘅進度係我一邊創作我世界盃嘅作品，而宇橋就係負責 LEGO 嘅任務，因為就係要隆重慶祝呢個4年一度嘅世界盃，所以我哋各方面喺依間屋入邊努力。佢哋已經默默咁樣砌緊啦，非常好。唔使做啊？唔使做啊？而大大就負責監工佢哋，大大幫我睇實佢哋，佢哋砌錯咗咧，你就喵啦。其實我哋而家就決定加好多世界盃嘅元素落去，到而家都係只靠我嘅想像，因為我自己創作就好少睇好多reference 去跟住，即係嗰啲 reference 係輔助咯，唔可以 copy 落去，咁樣你就冇咗一個畫畫嘅開心喺度，最緊要係個過程。而家大概係咁啦，咁之後就去到上細節嘅時候啦。咁而細節方面呢，有好多，就例如國旗嘅元素啦，跟住有24個國家啦，即係好多我都唔太知道，其實佢哋本身嘅國家嘅主場波衫嘅顏色係點，所以我而家要做啲資料搜集先。咁而因為佢係一個波嘅元素啦，所以呢，我最主要都係由一個，即係佢波係有個弧度噶嘛，而弧度最高嗰啲呢，我會擺係最大熱嘅國家，而順住落呢，最低呢，就係啲可能唔太大機會攞到冠軍嘅國家。而家大概係差唔多搞咗3個鐘頭、4個鐘頭，進度都算良好嘅，我都覺得。跟住然後呢，佢哋喺後面默默咁樣努力緊啦，加油！已經唔想理我啦，幾好，各自進步啊！呢啲叫做。而家咧就畫咗個足球外形嘅 outline， 因為仲未加啲 chibi， 所以而家係冇嘢喺入邊噶。但係而家勁似 Star Wars 個星球咯，呢個真係我對足球嘅熱愛，所以先整呢個畫。搞咩啊你？我好禪天王貓耳。咁多位食飯，2日晚餐。當你畫到攰嘅時候，係時候要休息。食嘢係最好嘅休息。食呢個漢堡派嘅 set。應該係到。
其實呢，點解今次有呢個世界盃嘅計劃呢？咁話說呢，其實我由18年嗰個世界盃先開始睇世界盃，14、10嗰啲年份呢，我係冇睇嘅，即係我覺得好似都唔關我事，同埋都冇乜興趣。但係唔知點解呢，18年嘅時候睇完一次就覺得哇，即係愛上咗足球啊！唔係因為世界盃愛上足球，而係我開始接觸足球嘅嘢，所以就會好期待今屆嘅世界盃。而上一屆嘅世界盃呢，係我喺澳洲睇決賽，係超級緊張，因為美斯攞冠軍係好誇張呢件事。我覺得我會支持葡萄牙，因為如果 C 朗都攞埋世界盃冠軍嘅話呢，真係一個足球嘅大結局啊！嗰個震撼程度呢，係可以媲美呢個 Marvel 嘅 Endgame 一樣，所以我係私心葡萄牙攞冠軍。而家目前進度呢，我諗仲有好多。我覺得我要做下 gym 先，即係要等自己休息下。而家已經係夜晚嘅12點半啦，我已經畫咗差唔多5、6個鐘啦。但係長命功夫長命做，如果唔係就太攰㗎啦。咁而家翻屋企休息，同埋飲我最緊要嘅嘢蛋白粉。跟住我而家嘅肌肉係大概34點幾度咯。因為之前去咗美國咧，做3kg 嘅2kg 肌肉1kg 肉係，所以而家係增翻肌肉。而家今日嘅進度就係咁啦，仲有好多 chibi 未完成啦，跟住啲細節位都未完成啦，但係都算唔錯啦。我哋聽日繼續努力。咁今日呢，就係 Day 2去完成呢個作品。其實而家已經世界盃已經開咗波啦，所以我要就時間去快速去完成佢。咁我今日應該可以完成到個啲細節位啦，同埋可以做咗個基礎嘅上色先。咁呢，而家就差唔多完成咗80%嘅線稿啦，仲有 Chibi 衫嘅 detail 啦。係啦，咁呢，因為我始終都唔太熟悉咁多對嘅波衫嘅顏色啦，咁我就要做下資料搜集先啦。其實基本上我就會 search 嗰件波衫啦，跟住大概個型係咁嘅，跟住呢，我就會將佢擺咗落去 Chibi 入邊。咁呢個程序係要基本上做24次先完成晒咁多件波衫嘅。嗱，基本上完成咗係咁嘅。依家係西班牙、法國、英格蘭、葡萄牙。經過咗1個幾鐘頭之後呢，我就已經完成晒 Chibi 嘅所有波衫啦。咁之後嘅環節就係漫長嘅上色。咁上色步驟呢，其實我會上咗個底色，之後再上陰影，最後先上白色。係啦，呢個係我畫畫嘅步驟嚟嘅。咁上色之前我就決定食啲嘢先。俾大家睇下我今餐食咩，就係有一個雞胸同啲飯，再配紫菜。其實最近就係想食 clean 啲。而家食完嘢啦，沖埋個涼啦。我而家決定轉戰 LEGO 部分，因為佢哋停工停咗太耐啦。我決定由我嚟帶領大家繼續砌個 LEGO，同埋世界盃已經開咗波啦，第2場。最辛苦係凌晨先開波，因為係美國時間實在太辛苦咯，我覺得。而家係第3日嘅時間，上色之前砌埋呢個 LEGO 先，同埋呢個 LEGO 呢，我係拍咗個 reels 嘅，所以如果大家想睇個成個過程呢，就去我嘅 IG 度睇啦。好期待啊！2件事一同步完成晒，一定好開心咯！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係十分應節啊，對呢個世界盃係。喂，咁多位，
今日 Day 3，琴日就完成咗個 LEGO 嘅世界盃啦。咁而家接下來嘅環節就係上色。而家呢，基本上上晒外圍嘅色啦，而家就差 Chibi 嘅波衫同頭髮嗰啲細節嘅顏色就未上啦。Chibi 嘅頭呢，基本上就上晒色啦。咁其實佢頭部分呢，我係加咗佢嗰個國家國旗嘅顏色嚟嘅。跟住我發現咗，原來有好多都係藍同紅咯。呢個係少少嘅冷知識啊。綠色有啲出咯，而家即係呢隻綠可以深色少少。呢個係智囊團嘅意見啊，因為我發現有好多大部分作品呢，都係會徵詢佢少少意見咯。終於完成晒個底色啦，耶！其實而家基本上呢，就完成晒個底色啦，咁之後嘅程序就係陰影啦，咁最後就會填白色去完成今次嘅作品。咁我哋加速。俾大家睇下，冇陰影而家，跟住 bling bling 有陰影。咁而家之後去到最後一個環節，就係上埋啲白色佢。我會形容上白色就好似你食一個 set 最後嘅甜品環節，因為佢可以令到作品升華咗唔少。咁上埋啲白色佢先。搞掂晒啲白色啦，終於都咁呢，而家就擺埋個名就搞掂啦。經過咗幾日嘅時間，終於完成咗啦！實在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，好開心我覺得，即係完成咗之後覺得所有嘢都係值得嘅。有陣時付出就係要睇到一個成果，而家一個成果出嚟啊，係10幾20個鐘嘅完成品咯，總共畫咗。即係作為一個好中意睇世界盃嘅人，完成咗一個世界盃嘅作品都幾有趣嘅感覺。我希望未來有更多活動可以俾我去創作好多唔同嘅作品。咁如果大家想睇個清晰啲嘅完成品呢，就去我 IG 度睇啦。咁希望大家鍾意條片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